6月28日下午約6點，九龍城發生奪命車禍，一輛紅 van 小巴沿亞皆老街駛至近九龍城裁判法院對開時，懷疑失控鏟上行人路。意外中初步有17人受傷，其中3人重傷，小巴司機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車內。據了解，一名44歲男途人喺意外中被撞至重傷，當場昏迷，由救護車急送廣華醫院搶救，可惜延至晚上7點23分證實不治。現場可見涉事小巴直陷花槽，車頭嚴重損毀，多條欄杆被撞斷，場面凌亂，司機位內血跡斑斑，消防員到場協助救出傷者。警方正調查車禍起因，初步相信小巴懷疑失控。事件導致多人受傷，部分傷者已送院治理。